珠寶我想，人生在想，誰能想清楚人流到底是定或是向？如果真人就是一種至高的想，也會不朽，因為活就是留，因為留就是否定那些垃圾不配的存在不留。人生之初感謝沒有看見的上帝，因為他是任形任想任可為無就是他的發明，也是我們信奉的至高。何謂以色列？就是列在他思想中，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他是實存的一位上至高。這就是忠告，因為我來自中國，我們歷史比較長久。9字數就是我的奉告。何謂先知？就是知道，因為道就是路，路就是通道。何謂通？就是從天上下來的道。